也来伫去年3月份，伫桃园的民镇就发生30外个恶盗去拍学生的事件。桃园的检方已经甲相关涉案的恶盗依法提起公诉。经过调查，在过程中佫发现讲，这恶盗有去招国中生加入帮派，所以昨昏罪佫加一条，嘛共款依法提起公诉。双方谈判中讲袂话拍起来。去年3月，桃园发生一个姓陈的敌联帮姓陈的副会长，因为国中的后生甲6个同学发生网络言语的纠纷，小酒到一间徛家去谈判。不过，却是找30外个人到现场，毋让夜倒来恐吓威胁，更加拍学生甲家属，造成有学生脑震荡。这姓陈的查甫人，互抓起了后被收押禁见，进前互依照涉犯组织犯罪防制条例这罪嫌来起诉。对，因为他开工要比较复杂一点，人晚上来的会比较多一点。我们是知道有警察来攻坚两次。这场学校纠纷演变成最乌帮暴力的事件，检方继续搜证对账来源，更加查出姓朱的会长伫幕后主持提供资金，用公庙甲公祭活动，加做平常时动员的暗号，也指示这4单的副会长在干部招募罪名的国中生加入帮派来做这个暴力的行为。朱姓会长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主持犯罪组织，以及刑法第277条第1项伤害等罪嫌提起公诉。各级学校也跟警察单位签订的自愿协定，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，也跟警政单位积极联系，请他们进入校园协助处理。对这帮派吸收学生，要安怎来防治帮派入去学校？教育局讲，除了请警政单位协助，并且进行法治的宣导，了解到风险偏悬的特定学生，除了加强追踪就学的情况，也用3级辅导资源稳定在校学习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